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9月21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距离选战即剩60几天，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下晡公布了全新的竞选看板，以台南特有种为主题，使用一台南特有的物产、风景甲食物等等的特色来作为看板的主要设计，嘛完全无使用家己的印象，展现了完全无同的风格。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对党内初选到现在，伊的竞选看板大约有200-300面，也因为拢无换新过，所以现在准备要推出新的看板，以台南少年设计师的创意发想，用台南特有种为主题，使用台南的农特产、风景、食物等台南特色作为主角，嘛无使用传统的林相，依照草画风格来呈现，希望将竞选看板变做另外一种的城市行销。像说我们一些小吃或特产，从小小的一个放大到100倍、1000倍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成为我们这城市里面美学的一个部分。那我很高兴的就是委员他很喜欢这样子的提案，可以打破台湾选举以来文化的选举文化上的一些不一样的挑战，就是不用自己的头像、照片或是什么拜票的姿势这样子去表达。在选举看板上，而且看板其实是一个很大量的一个视觉的面积。那我觉得委员可以这么突破挑战自己的部分，就是可以把城市美学带到市民的生活中。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后来也有人想说，那干脆把那个图像什么拿掉。我说那这样照选举吗？后来还是大家就把它退缩成一角。在那个看板里面的一角，然后当然我们的诉求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也是要的，那就把黄伟哲3个字，还有他的卡通图像、他的 Q 版图像放一小小的在一个角落，也不是放中间，这个部分让大家这个看了半天才知道，就叫原来是黄伟哲。那这样，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一方面是比较退缩谦卑的面对，另外一方面也是让市民。因为它的用色都蛮鲜活的所以让市民或者让选民能够眼睛一亮，这点也是用意之一啊。第一波的看板大约有20块，将会分布伫台南各区，要互来台南佚佗的民众拢会使看到台南的特色。黄伟哲嘛强调，伊会努力做甲更较好，互市民过了更较好。咱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经过议员蔡淑慧牵线，南区妇女会365爱心会伫中秋进前落举办送爱心的活动，进前至送予南区400多位弱势家庭学生。不过因为受到真大回响，所以今年决定扩大到安平区甲东区，总共要甲13间国小601位学生来共享这份喜乐。为了让弱势学生嘛当感受到中秋团圆温暖的气氛，南区妇女会365爱心会每一档拢有公益行动。今年嘛特别邀请东东集团做伙送月饼，而且除了原本南区的7间国小，佮扩大到东区佮安平区，总共有13间国小601位学生受到帮助。希望让这份大爱会当久久长长。学校的老师跟家长。给我们收是非常的感谢，跟回应说那个学生收到这个礼盒跟红包的时候那种雀跃的心情是很让我们听了就有点不舍跟跟不舍跟疼惜的所以因此我们今年特别决定就扩及到那个安平区跟东区大同国小共13所学校601位学童，来分享这份喜悦啦365爱心会理事长曲秀月甲南区妇女会代表常务地议员蔡淑慧、王家珍等13间校长的共同见证，正式关证，每一人一份安平在地检西月饼甲200块红包，场面相当温馨。
原本担任会长的议员蔡淑慧，因为卡伫选举年送礼爱避险，所以辞掉会长一职。4年前，因为也碰到选举年，所以那一年我们南区妇女会为了避免减掉单位的问题，所以那一年没有办。但是这个遗憾让很多小朋友都会觉得说有一点失望。那今年又巧遇到我们这个中秋节，又是选举年，所以虽然我是现任的365爱心会会长，所以我们在开理监事会的时候，我就已经暂时请假，不担任这个职务哈，为了避免减掉单位会扩大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想我们分送爱心是一个常态性的。希望说借由我们能够抛砖引玉，来让小朋友在这个佳节里面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开始中秋应景月饼，伫咱看起来是真平常的点心，但对一寡经济较弱势学生来讲，不得较是真难得的享受。所以透过大家出钱出力，嘛要甲所有弱势学生分享这份中秋快乐。但新闻管制何秋邦采访报道。1807年，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已经顺利宣布完成。今年对20位优秀的推荐名单当中，遴选出10位好人好事代表，并且伫21号的报记者会来公布22号正式颁奖。1807年，台南好人好事代表伫咧这位评审委员的公正评选之下，对20位名单当中，遴选出10位台南市好人好事的代表。伫咧下午的记者会，由台南市好人好事协会理事长黄英全正式来公布。同时，黄理事长也勉励大家爱保持良善的心，继续为社会服务。他们都有一颗共同的心就是乐于助人，与人为善可以说是充分发挥了我们人性的光明面说他们是活菩萨也不为过了。我们这个社会上好人好事很多，但是大部分都为善不欲人知这些好人他们自己不说就由协会来帮忙他们说，因为本协会的宗旨就是扬善借此来抛砖引玉来传播社会正面的能量。10位好人好事的得奖者也派出代表，甲社会大众表达感谢，并传达出家己抛砖引玉的想法。其实每天都在做，但是我们不要觉得说，这个善事是很小，所以我不去做。不要是以善小而不为，因为聚沙会成塔，积水会成渠所以平常我们能够做点善事，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充实、更美好。今年度的好人好事代表表扬大会颁奖典礼将伫咧明仔上午，但劳工娱乐中心的大会议厅来举办，也欢迎民众前往参加，将良善的力量来传送出去。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赶快要伫22号登场，也有今年台南市幼铎奖甲优良幼儿教育人员的颁奖。台南市幼儿教育发展协会表示，今年经过推荐甲严格审查，评选出2位优秀的教师郑清峰甲陈慧玲2位，得到幼教相关荣誉幼铎奖。教师节将要来到，台南市幼儿教育发展协会为着要鼓励并且肯定教师多年以来伫咧教育所付出的打拼，特别规划举办幼铎奖，并且表扬着幼儿教育产业优秀的专业人员。今年选出2位幼铎奖的得主，拢相当的优秀。那今年呢，很开心，我们有2位幼铎奖的得主是脱颖而出。那我们接下来还有32位的优良教师，以及9位的优良从业人员，也在这一次都同时能够获得表扬。那在这边呢，还要特别的介绍我们2位幼铎奖的得主。那在我们第一位呢，一个慧玲主任呢，他平常呢在婴幼儿的艺术教学潜能里面呢，他有很大的一个琢磨。那他在本身呢，他就会设计非常多的一些课程。那在这个美化的一个教育里面呢，他会让那个小朋友们呢身心平衡，然后健全他们人格。另外，我们一个请风呢，我们有一个教学主任，他也是在我们的课程设计上面也发挥了很多的那个设计。那在蒙特梭利的那个教学精神里面，他更加的把它发扬光大。
其中得奖的陈慧琳老师嘛，讲出伊15当来印象上介深的教经验。其实孩子对我们大人是要有信任，对，那你抱着他，给他安全感，其实他就会慢慢就不害怕。那当然是这一次的事情过后，他还是会害怕火这件事情。可是他借由防火演练一次又一次，然后到我记忆比较深刻是他到了小班、中班、大班，他真的对火这件事情就慢慢遗忘。幼儿教育是非常重要一个环节。台南市幼儿教育发展协会就是希望借由幼多奖，会当引发更侪人对幼儿教育的重视。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先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文化中心第73年在位人和启用以后，拢会规划一系列馆庆来庆祝生日。今年迈入第34档，将以户外主题活动来起点。除了中心的展演甲推广以外，也将刷到其他的场所，将馆庆气氛扩大到市区每一个角落。刘灿郎现代舞蹈团以及摆文化中心生日庆随机共舞为主题所规划户外演出，其中编舞家罗文静透过记者会的先互观众评判。另外，伫剧场表演方面，文化局家己所制作的节目更是值得推荐。今年34周年馆庆，我们特别推出了3档非常大型的演出，包括屏风表演班的3人行不行？那他这一档演出呢，虽然来台南非常的多次，那但是今年特别为我们增加了生日快乐版。那另外呢，我们民馆跟蹦恰恰也有合作，这个第1阶的2部曲。那第1阶的2部曲呢，是讲述我们安平的故事。那借由音乐剧的形态呢，去把安平的故事结合民馆的演出，一起把它呈现出来，非常的有在地性，也非常的有文化性。那第3的演出呢，是我们长期培训的这个舞蹈的人才，舞蹈表演艺术舞蹈的平台所培训出来的这些舞蹈的人才，我们特别安排了这个练习曲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舞蹈的演出。文化局表示，34周年的馆庆其实对9月22号就开始，一直到11月25，总共规划46场的表演、4场的展览、10场的艺文讲座，加3场的亲子家庭活动。而且只要参加看囡仔，也有机会抽到酒店的大房。也欢迎民众参考文宣的手册，或是上网查询，做回来分享庆生的喜乐。但新闻管制和侨邦采访报道。上个伫文化中心演艺厅除了宣传馆庆系列记者会以外，伫另外一边的剧场，美神基金会嘛联合10个身心障碍团体来进行艺术成果发表，不管舞蹈或是戏剧，学员拢充满自信。这群身体障碍青年透过表演艺术的训练，已经会当地文化中心的专业剧场展现因的自信。别个再像过去只是头咧咧讲话，只讲伫嘴内，
除了提升因的表达能力，情绪上嘛更加稳定，甚至连主持嘛可因袂得。会席做饭，打扫家里，怦然心动的感觉。当然有。听说下一个表演的人要弹唱耶。真的是想当年。这几年我们在美善基金会这边都有办一些这样子的发表会，然后让我们的青年有一个平台可以展现他们在艺术方面的部分。像从美工作坊这边，就是每年都有一部年度大戏，然后再透过这样的戏剧，他们可能在记忆力啊，还有肢体展现，还有柔软度跟人际互动的部分，都可以看到明显的提升。主要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发表会，我们也邀请各单位一起来共襄盛举，将他们的年度的表演展现出来，提供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展现自信心。美善基金会表演艺术计划其实已经迈入第4档，今年除了透过舞台表演展现这一档来学习成果，嘛要请大台南在个身心障碍团体做伙加入交流，嘛互因伫工作方专业友善的环境中不断成长。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对2021年开始，成功3万8会每一档的热天都会举办这下系列活动。今年的展演特别邀请台湾各领域的创作者，以女性作为主题来进行创作成果，充分展现台湾女性的故事。位伫中山路的百货业者，对2021年开始，拢会伫热天的时阵举办这下系列活动。今年以着这下听他说。我的心里只有他为主题，邀集台湾各领域的创作者，规划7大展区，19组跨界团队参加，展现了以他为主题的创作成果。其中上特别就是三妹堂甲台湾3位大师合作的3种无同主题的创作，用互人惊艳的作品，展现了台湾在地艺术的文化美好。在我们的13楼文化会馆，那举办了这下听他说，那这边的话是全台巡回的南台湾的第1站，那我们这次将以女生的她为我们这次的主题，那将会有捏面人的部分，那我们也有周末有表演的部分，那表演的部分我们有邀请到创作才女郑银龙，然后我们也有独立乐团林马代等等，那将安排了8场的精彩活动，那可以跟各位消费者一起来听他说。除了作品展览以外，业者嘛伫假日的时阵安排了侪活动，亲像京剧化妆体验、甲乐团表演等等，嘛欢迎所有民众伫假日的时间做伙来看卖台湾女力的故事。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在台湾人除了爱看韩国戏剧以外，嘛被韩国料理所吸引，所以为伫光丰路的百货业者特别引进韩国料理的专卖店。店内除了有石锅拌饭、人参鸡等正统的口味以外，上界特别的就是烘肉、食到饱。19号开幕动工，嘛要请新世纪儿童福利基金会小朋友做伙来用餐，提早过中秋。中秋节连面就要来到，民众若是无想要伫厝里烘肉，现在嘛有一个全新的选择，为伫光丰路的百货业者特别引进韩式料理的专卖店。店内上特别的就是这个韩式铜板烤肉，食到饱，有5种的肉类甲各式各样的小菜，民众会使家己的。嘛有石锅拌饭、海鲜煎饼等知名的韩国料理，会使提供民众选择。这边的话就是以吃到饱为主，铜盘烤肉是招牌，那就是让客人都可以自己自助的。那肉的话有很多种，大概有5种，就是有猪肉啊、牛肉、牛五花，然后羊肉跟鸡肉。那像小菜的话，就后方这也都是自助的。然后这是我们的就是特色，现在就是以吃到饱为主这样子。我们这边就是吃到饱部分都是单点最招牌、最热销的，我们都放在吃到饱这里，对，这菜单里面的，所以都有，所以都吃得到。所以我们的客源基本上都是吃到饱比较多。那只是有些人吃比较没有那么多，然后不吃肉的人，他们就会参考单点区的。为了迎接开幕，业者嘛特别邀请新世纪儿童福利基金会的小朋友到店来用餐，提早过中秋节。同时，业者嘛推出消费满100个送1点，10点以上可使换各式各样的韩式料理等丰富的优惠。若是介意韩式料理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明仔天气如何？下面做回来关心。
26度到32度，落雨记录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9月21日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